来去台东的海端乡，这几天又有鱼走出来，因为红树林这段路礼拜日就游客看到大只台湾乌鱼坐伫咧草坡啊，伫咧食古堡乌。迄当时人和鱼相对上，拢去惊到各人走各人的。因为最近不三时看到台湾乌鱼走出来伫咧热踅，林管处嘛呼吁讲，万不利若是看到台湾乌鱼，唔通伤过晚，安尼较妥当。爬山的人轻声细细，镜头对着路边的草仔丛，紧张甲一直伫喊。原来是遐坐着一只体型真大只的台湾乌鱼，当伫食古堡乌。人甲鱼面对面，两边拢无准备，一对着目，鱼袂搁咧食，人嘛毋敢翕，拢总起骹就走。是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，直觉说糟糕，是不是熊？所以他说是黑熊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往后退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台东海水乡红石林道，民众敢若差2公尺，就要甲台湾乌鱼问好，惊甲皮皮喘。因为即只乌鱼的体格已经无算是囡仔，差不多有160公分遐尼悬，旱草是有够好，若是掠伊，恐惊无啥物好下场。其实我是真的很害怕，我到现在还很害怕，应该有160公分左右。林管处表示，乌鱼出现的记录比往年是愈来愈接。尤其7月，当有细只鱼疯救，这2个月来，无路的村民连续2摆看到乌鱼咧踅大街，甚至入去嘉明湖内底的山厝去找食的物件。大家拢烦恼，敢讲是生态环境的变化，才会予台湾乌鱼往低海拔来耍。那红石林道跟我们的关山海端哦，这个附近其实一直都是熊经常会出没的热点地区。台东林管处讲，热天的时阵，乌鱼会选择中海拔的所在来找食的物件，可能是因为意外来落山，毋免伤过紧张，但是嘛提醒，若是伤近来摄影会引攻击。建议民众若是看到乌鱼，就要哪制作声响，哪离开，自保才是正确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